哪个孩子啊？就上次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呀。今天他看到我就问：“爸爸呢？爸爸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一个孩子没有爸爸，却得叫陌生人爸爸，真的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。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，你撒谎！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上楼睡会儿。啊，你自己吃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头疼。他在家里也这个样子吗？对啊，老不听使唤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。嗯，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画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其实闹闹真的挺会画画的，你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来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嗯，哎，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嗯。